呢次咧，我哋就嚟介紹下呢隻直質潤滑劑。咁一般咧，我都介紹會俾啲客咧，我哋咧膠邊嘅保養，同埋咧零件嘅保養。咁我哋咧即係需要噴少少落去呢個膠位啲活動配件嗰度，咁咧已經可以令佢潤滑。同埋咧有咩好處咧？就可以咧，就算佢乾咗之後咧，都會留翻啲油脂喺度，保護得到嗰個窗膠窗掣嘅。咁而咧主料咧直質潤滑劑咧，我就係噴啲膠邊，等佢唔好再氧化啊。咁可以講話保養，可以直接係保養得到嚟嘅。咁而咧，我哋以前用呢隻咧，普通嘅 WD-40咧，其實咧佢只係適宜咧做清潔嘅啫啊。因為咧，如果你噴咗落去啲膠邊啊，佢有機會咧就會發脹氧化。如果噴咗落去啲零件嗰度咧，佢有機會咧帶走埋呢個零件入邊嘅油脂，揮發走咗。咁咧同埋咧佢有起漆作用啊，所以咧我哋只可以愛嚟做清潔啊。其實就盡量就唔好愛嚟做潤滑。